国军英雄馆除了这餐厅有对外营业，也提供给军人、军官甚至是营民大房的服务。不过，这旅馆业管理规则，这旅馆是营利事业，申请人就要有商业登记。不过，经营这国军英雄馆的军友社是社团法人，也有这用地等等的相关问题。期限到了后呢，无法度合法，确定在明日2月初3过后，就先暂停大房的服务。航道设计真侪防空通道，房间也拢是军事风格。这间连长房是国军英雄馆内面的特殊房型，也有会让真侪人住的9条好汉房。房间内有真侪军用品、大通铺的设计，正适合团体来住。因为一般房型就敢若是商业旅馆。有200间房间的台北国军英雄馆，因为无符合观光署发展条例相关规范，决定只敢若营业到明年的2月初3。然后这个重新规划。去规划一些，比如说多元服务啊、餐饮啊，这些休闲的一些设施，然后继续的来去服务我们的官兵，服务我们的退伍跑者。经营者军友社是社团法人，无多照规定申请旅馆业登记证。军友社讲遵守法规，旅宿部分先暂停，看是毋是有其他方式，若是当符合法规，则可提出申请。这马将会先转型，计划要多啲其他复合式的服务，让那餐厅是继续。我们一听到消息，赶快问他你餐饮做不做，他说会做，我们好高兴啊！有次我们从海外回来，很多人都住在这里，他这里比较道地。比较传统。听到旅宿服务被暂停，有电台来人客感觉真可笑，因为甲附近的旅宿比，国军英雄馆毋是盈利性质，计绍有优势。像一间双人房，一顶大面床的套房，价值1万2000，无共附近3000旅馆的一半，也搁加早档，业者认为无公平。因为我们的消防检查，我们的所有的食安什么东西，这么多居住单位在管啊，他们那个也很多东西也没有合法的问题啊，在竞争上的点就不公平了啊。观光署2019年制定的发展观光条例内容，国军英雄馆、港属会馆顶交提诉，要伫10年缓冲期内申请旅馆业登记，限期就要到啊！全台湾8个国军英雄馆大数服务拢会暂停，因为港属会馆、权责机关教育部即马伫咧辅导，其中正成功大学成大会馆已经伫去年摕到旅馆业登记证，其他若是无合法的，公司也会收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